似索羅斯都係我偶像嚟㗎，雖然我唔識佢。因為點解我偶像呢？你諗下一個普通嘅大學生，可以係入嚟你啲基金公司打工，打下捱咗今日，雖然佢年紀都唔細，但係佢可以做到今日自己有200-300億美金身家。你可以話多，亦可以話唔係多，但係問題佢真係靠自己嘅。喺10年前啊，人哋俾幾億美金我啊，我都唔收啊，唔制啊。我諗咗大約唔夠10秒鐘。第一，賺咗錢要同人分呢個都唔緊要，輸咗錢又要同人交代，有壓力。咁我自己都夠錢去自己投資，我使唔使嘥時間做啲無謂嘢？咁你係咪俾咗個壓力我啊？咁如果我真係冇錢，好似索羅斯初期啊，大學畢業生去打人份工，佢梗係要受啲壓力啦，啱唔啱先？我都叫揾到少少白粥食，咁我自己足夠嘅財富，去自己 run 自己嘅 portfolio， 咁我使乜要去受呢筆都有壓力咧？分分鐘命都短幾年噶嘛，大佬！如果受啲壓力，仲有啊，賺到錢分俾人，我哋真係唔介意。話輸咗錢可能俾人怨天尤人啦。